嗯？个男人说了，人说了，个呀！我抢了，把被山头弄到半夜被撞了就牛了。个男人真惨嘞！深呼吸，深呼吸，马上带路了。干嘛？嗯？哦，我觉得那世界最之公平啊！我讲之公平啊！等一下嘞，等那米了到饱嘞，油牛都要开等一下油哦。就上次还得米子米的嘛，得不么的那靠着之下得不得油哎，真的要油。从我都弄油带了你整，我都弄得真熬当，怎么都牛了啦？也是打得死哎！哦，有一点点凶菜当了哦。我为个付出那么多，就弄个对我上这个，对我只让我吃了的，搿只都看垮了。对我只让我吃了的，搿只都看垮了。喂，第二牛，米饭，你那没个炸熟了？你炸熟就这了。我来给你打上汤了，快去汤嘛。第二牛，米饭，你要吗？他不是这个吗？不经笑，曾经深情渐热无可避免，而相遇的天已经慢慢的住进了从前。中毒了，第二牛都真到电话呢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。那第二牛一直关机啊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